我觉得真的不应该是这样的呀。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虽然我只是一个配音小白，但你这也太霸道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其实是我装的，哈哈，刚才是在演戏，这是为了一点戏剧效果。因为这次是在命运全台中给主角阿甘配音，是我第一次尝试配音工作，配音老师们都很照顾我，本当にありがとう。我现在可以开始说话了吗？可以啊，可以啊。我跟你说，你就按正常你平时放松的状态说就行，大胆的把台词说出来就行哈。大哥，有话好说，现在是什么情况？是这样啊，你得稍微看一下它这个画面，它前面是有去抬井盖，然后大哥，然后有话好好说，现在是什么情况？他是一边抬的一边说话的，他有那个力气在里面的哈。啊，好的好的。我们再放一下啊。大哥，有话好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好，就到这儿吧，好吧，先到这儿啊。他那个大哥有话好说，然后他是跟这个旁边这个坏人说的哈，然后他有一个他小眼神一瞥，这是什么情况？就跟你旁边那个锦鲤配那个角色说哈。哎呀，今天锦鲤不在，不过没事，你想一想上次你跟锦鲤对戏的那种状态啊，你来我往交流，真实感，真听真看真感觉，他跟你说完话，然后你听完之后，然后再反馈给他，再跟他对话的感觉很自然的那种状态哈。然后下回如果锦鲤在的话，还是最好你俩在一起比较好，这样会更加能把你的这个对话感加强一些。确实。那我们再试一下好不好？我再试一下。好嘞，来。大哥，有话好好说，现在是什么情况？好的，没问题。接下来是，太感谢编辑了。没有，你现在特别棒，你现在真的特别棒了，进步飞快，真的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就是你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咬字发音的方式，就是他，就是这个角色。谢谢老师，我还会继续努力的，肯定是越来越好的啊。好，加油。那么老师觉得我配的怎么样？有进步吗？我可是不需要对戏就能配好了哟。进步非常大，就作为一个非专业的配音演员的话呢，能在录音棚里面表现的那么灵动，而且非常的贴合角色，我觉得阿紫做的已经非常的棒，加油！阿紫超厉害的。没有。老师还记得自己配音的第一个角色吗？那肯定记得呀，我第一个配的角色就是《天宝扶摇录》里的孔红俊，当时配音的时候也就跟现在阿紫一样，就第一次进棚，然后跟着这个角色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也就是因为红俊，我才算真正的进入了这个圈子，踏上了成为配音演员的第一步。好，那么想对做配音演员的新人有什么想说的吗？首先得明白自己为什么喜欢配音，配音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是否享受这个过程。对，得明白这一点，以后的路你就好走了。因为足够喜欢，你才能一直坚持下去。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它不一定立马就会开花结果，所以足够的喜欢才能给你足够的耐心，才能让你能坚持下去。加油！加油！那对期待命运全台的观众们有什么想说的呢？可以说我跟你们一样期待吗？不能剧透，所以快播！我迫不及待想知道观众们的反应了，快点播！OK。我一直都有一个疑问，李导，为什么你会选择我做阿甘的配音呢？因为你口齿不清。那当然是开玩笑啊，那就是说你的那个表达方式还蛮特别的嘛，因为第一次听你直播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像个小朋友在讲话嘛，然后呢又特别的有元气，然后反正我觉得你这个讲话方式是一个门点，一下子就把我戳中了，我就觉得这个角色跟你阿甘这个角色跟你还蛮匹配的，
然后呢也是有点怼天怼地的性格，然后呢又看上去特别的天然呆一点啊，然后呢又有那种小孩子的一种语气语调，反正我觉得还蛮适合你这个角色，所以说我就找了你试试。反正我觉得你就放轻松一点吧，就是自己带入这个角色去发挥自己想要发挥的一些东西，把自己的性格什么可以带入进去一些，不要想太多，也不要太多包袱，因为像在日本其实也有很多素人啊，包括演员其实也会来做配音嘛，所以你不要有太多的包袱吧，我觉得就是放松一点。而且我觉得我听了第一版以后，我觉得其实至少角色上面跟你的音色和你的这种发音其实还蛮匹配的，所以你对自己有点信心吧，我也对你有信心。我觉得观众听完以后也会给你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复吧。